各位兄弟平安。今仔日是今年最后一日，也是最后一个主日。今年真趣味，咱过2个足趣味的主日。顶礼拜是12月24号，是 Christmas Eve， 就是圣诞夜。早起咱来到教会来敬拜上帝做礼拜，然后暗时咱阁有一个真水、真丰盛的音乐会。大大细细用音乐来庆祝、来感谢。今仔日嘛是同款，早起咱伫遮做伙做礼拜，将今年最后一日，也是规年的感谢娱乐归伫咱的主。然后毋好袂记哩，暗时7点半，伫即个所在10楼的礼拜堂，咱有缘有年末的感恩祈祷会，邀请所有兄弟伫跨年以前去参加跨年的活动以前，先来礼拜堂，咱做伙伫遮献上感恩，诚做今年上圆满完全的一个句号。然后咱会当期待2024年会哪丰盛，哪感受上帝的恩典。今年对双连教会来讲，也是一个足特别的一年。第一，咱庆祝设教110周年的这个种种的活动，1世纪以上的这个恩典，伫整个的教会。为年节的园游会，咱甲社区真侪的团体来互动，甲社区各一摆提醒讲，双连教会伫遮，咱伫遮要来帮赞，要来祝福。要来诚做社区重要的一份子，的一个上帝恩典赐福伫社区的所在。搁来，咱看到咱的野外礼拜，这可能是有史以来上大场的野外礼拜。去到咱的三芝安养中心、培育中心的成立，伫遐咱看见一个新的里程碑。第三，咱对年中到年尾有研讨会对青少年的议题，到数位议题，到教社、教会甲社会议题，咱来探讨未来宣教真多的可能性。那么看到成人牧区有真侪活动，其中咱有一个重返历史现场，互咱伫即个社区看咱教会对牛埔庄公寓所开始到4摆建堂，怎样是即个中山北路、民权东西路、民生松西路即个4角位啊，怎样来牵线，但是当时伫遮来扩展，咱也看到咱的教会因怎样去做因的教会，伫无共款的社区来诚做光灯甲祝福。咱也有看到历史文物的展览，伫109的所在。这个文物展览了后，就刷去到三芝安养中心，过来明年会将做一个常设展。每一个去到遐拜访，也是伫遐有活动，咱的兄弟、咱的朋友，会当各一摆看到双连教会1世纪搁较济以来，上帝恩典伫咱的中间。第二，咱嘛纪念咱第1任的社会议长，就是宣教师吴威廉牧师伊别逝的100周年。伊1923年的年中来过身，受主恩召，但是1世纪以来，伊所坚持的道路，犹久伫台湾渐渐来永壮。所以，咱有10月音乐会，咱有研讨会，咱嘛有第1摆用甲台湾吧合作有绘本甲动画互所有的年龄层，对囡仔到青少年，甚至是到成年人拢会当来了解认捌即个重要的宣教师。也纪念伊伫台湾教会，甚至是台湾社会的贡献。那么袂记哩，伊是伫北台湾第1位将民主的制度带来台湾的，用合语、用会语这的方式。帮助台湾人诚做一个民主的子民，咱今仔日会当参与伫民主，会当选举，咱毋好袂记哩。即个第1位将民主带入来台湾，也将基督信仰搁一摆传讲伫即个所在的宣教师。咱嘛有伫下骹4个条啊做大图的展出。我毋知恁已经看到迄内底无共款的所在无？其实阮将因夫妻的名刻伫顶面，所以你为即
即头仔看过来，会看到吴威廉；为即头仔搁看过，会看到牧师娘的名吼，吴玛丽。最近咱拢在讲女力吼，所以咱莫袂记哩，毋是干那吴威廉牧师，牧师娘吴玛丽 Margaret Mellis 吼 ，God， 伊本身就是一世纪进前女力的代表。伊毋是干那将五线谱、将合唱、将音乐的教育带入来台湾，伊也教育真侪妇女，迄代妇女的领袖。然后，伊甚至是对面一个马偕病院第一个传道者。所以，是真侪身份内底，伊毋是干那真做吴威廉牧师的帮赞，也真做教会帮赞。所以，咱来纪念即两位真杰出。也是咱的典范的宣教师夫妇吼，咱嘛继续在筹备吴威廉牧师的纪录片，这较需要较长的时间来筹备，然后咱伫明年的时阵会当来互咱看见伊一生真细致、咱真周至的一个描述伫影片的内底。第三，咱嘛看见。今年吼，伫3年真长的即个疫情即个封闭了后，咱开始开放。咱有3年的时间，差不多拢无法度出国，但是咱搁一摆享受着国境开放的好处。咱的生活、咱的工作、咱的聚会也渐渐恢复正常吼。所以咱会当期待今年咱庆祝说到100周年，吴威廉牧师别逝100周年，明年咱说到111周年吼，咱会当用3个目标来继续努力，就是111的目标吼。牧师搁讲一届，互咱会当激励明年咱做伙，也就是明仔吼，毋是明年是明仔，咱就开始继续努力吼。第一，一个人一个小组；第二，一个人一个服侍；第三，一个人爱带一个人。我搁讲一届，咱做伙记条的嘛，咱做伙来附送吼。一人一小组，一人一服侍，一人领一人。咱做伙来努力吼，明年就会经历搁较侪、搁较丰盛的恩典，也伫中间看见教会的成长。通较讲，一年内底，咱其实经历迄个恩典满满的一年，透过宣教师，透过信仰的前辈，透过信仰的同伴，透过上帝新约基础的带领，所以咱来搁一摆倒来到圣经的教示来看，恩典是啥物意思？恩典这个主题就伫咱2023年最后一日一个主日，咱做伙来思想就特别有意义。首先，咱来看咱上述的这个诗篇65篇，诗篇65篇是咱足熟的一篇吼。诗人伫遮伊去称颂上帝，是一个成就应允的上帝。伊感谢上帝是充满赦罪恩典的上帝，伊也伫诗篇底内底承认，伊是常常犯罪的一个人，有限的罪人而已。但是上帝常常来赦免伊，无因为伊犯罪就放杀伊，常常甲伊相甲伫地，常常赦免，常常帮赞。伫这个诗人也是作者的眼中来讲，上帝伊是主爱。所以，甲咱相甲伫地，甲咱做伙徛起的，上帝嘛是公义的，所以伊真正可靠。上帝搁较是充满创造迄个恩典甲快乐的一个通敬畏的上帝。伫这个短诗篇内底，最后一段甚至咱会当看见伊讲到大自然迄个真水的景色，咱看到伊用春夏秋冬土地福气来赏赐互人类，通讲伫咱有限的一生内底，咱会当承接除了赦罪恩典以外，上大的恩典就是这个土地生活的福气。所以十一节安尼讲，你用恩典做年冬的冕旒，你的路拢有油得滴。所以，伫遮咱看见即个路径，毋是干那是一个咱讲是空间的概念尔，是这个路径，甚至是一个时间的概念。就是上帝行过春夏秋冬，就万米西脱。上帝甲咱相同行，伫咱一生的时间内底。现代中文译本也用另外一个字来
描述即个上帝行过。伊讲伊脚所踏的脚趾的所在，是上帝所踏的所在，就充满生命。对第9节到13节，咱因为即个上帝脚趾所踏，上帝所行过的路径，伫时间的演算内面，咱看见一个真水的景色，就是上帝行到底，迄个创造的大自然就发生生命，就生出生命。万物会因为上帝行过，就开始成长、开花、结果子，充满生命力。对咱来讲呢，这条路嘛是一个人生的道路，虽然是单向的，一去无回头的，但是伫这条路顶面，咱会当经历上大的恩典，就是有主甲咱相同行，敢毋是？因为伊甲咱相同行，咱就会当有伊的保护，有伊的帮助，有伊的带领，伫咱同行所有的路站内底。所以伫即个时间的内底，若咱伫无共款的处境、无共款的空间内底去经历上帝的恩典，就因为安尼，成做咱的生命故事。然后咱将遮的生命故事拢甲讲出来，互人通听通知，也认捌上帝恩典，就成做见证。伫咱经历上帝恩典，成做咱的生命故事，佮甲遮的故事拢讲出来，就成做见证。所以因为今仔日是洗礼的主日，咱会看见咱的周报后壁真侪兄弟的见证，就是因怎样因为认捌主上帝、认捌耶稣基督，生命得到改变的这个生命故事啦。也因为安尼，咱知什么是年岁的冠冕，什么是咱年冬的冕旒，什么是咱生命的冕旒，就是遐个上帝甲我三甲伫地的经历。遐个伫咱的平凡的人生内底，会亲像珍珠在发光，亲像珍珠遐尔啊贵重，是咱有上帝恩典的记号，是咱诚做基督徒特别生命的记号。这就是咱年岁内底的冕旒，是上荣耀、上水、上发光的。第二位，咱要看到今仔日每日亮光，也是咱的每日新眼光的进度，就是咱的以赛亚书第66章。我用12到14节短短的这段，甲大家分享就好。伫咱的平凡的人生内底，咱会当经历什么款上帝恩典啊？以赛亚书66章，伊接续65章，讲到遐新天新地的应允。通啊讲66章，就是以赛亚书最后的应允，是上帝要互遐个锡安的百姓、以色列民族的应允。但是这个应允要开始讲进前，伊有一个前提，伊毋是互遐个倒病无要努力的人的，伊是互遐个敬畏上主的人的，伊是互遐个谦卑受教的人的。所以，咱若是敬畏上主的人，咱若是谦卑受教的人，就会得到这款的应允。这款的应允内底，所以因为安尼66章毋是干那讲应允，伊嘛有小可有警告伫内底，爱咱爱诚做敬畏上帝佮谦卑的人。所以伫66章内底，咱就看见即个应允是互咱每一个个人的。你伫你的生命，我伫我的生命，咱拢会经历，诚做一个信仰者、上帝的囝儿、上帝的子民。但是，即个应允嘛是互整个团体的，所以伫古早时代是要互锡安的子民、以色列的百姓。今仔日，上帝要赏赐互称做伊囝儿的教会，就是咱双联教会、全世界的教会、基督徒的团体。这应允包含什么啊？这应允包含上主的疼痛、爱护甲安慰。所以头拄仔讲，抱着心情，若伫食年的囡仔面对伊疼伊的老母，伫迄个
脚头边啊，甲伊人，互伊欢喜的即款的爱护，即款的安慰。也讲到真特别的，较少讲到的身体的健康。伫圣经内底较少讲到即个部分，但是今仔日的应允内底嘛包含身体健康。伊讲到欢迎，迄个经济、迄个生活的满足甲富足，也得伫面对对敌的时阵，会当得胜到有存。甚至伊讲到，遐以色列未来若拄着即个受掠，要转来到因的故乡，伫困苦内底经历困苦的人生，会当搁一摆得到复兴。即个应允包含咱的生活、生命的侪层面，但是伊其实是对一个讲一个源头所出的，就是上帝是咱生命的源头，咱的生命拢对上帝出，所以嘛是甲诗篇65篇同款。上帝既然是生命的源头，伊手所犯的所在，伊脚所行的所在，就发生生命。这个生命的规律对咱的灵性来讲，咱的灵命精英哪来哪进步；对咱的身体来讲，咱的充满快乐、活力、健康；对咱的生活来讲，咱的欢迎、满足无欠缺；对咱的工作来讲，对咱的服侍来讲，咱手所做工，上帝要坚固伊。所以咱就看见，甚至咱面对对敌的时阵，面对死亡的时阵，上帝要互咱赢过到有存。这就是对上帝迄个袂会停止的生命规律所来大的应允。伫即个经文中间，咱看见上帝真正照顾伊子民的每一个层面，伊毋是干那东行陪伴咱，也伫东行甲陪伴内底持续又稳定，诚侪咱移动的免流，互咱甲伊三东行的路径，拢是有得地。若用台语来讲，就是福气满满啦。上帝若甲咱同行、同行、同徛起，咱就福气满满啦。所以对咱来讲，咱来反省一下，今年你过了安怎？有经历上帝的恩典无？有经历上帝的帮助也无？有上帝奇妙的安排无？拢有敢毋是？若是，咱就用行动来回应。咱首先对恩典来领受，这是关乎咱甲上帝的关系。咱爱好好啊领受。有人讲哈，啥物叫做好好领受？领受就领受啊，是啦。但是咱爱好好领受。啥物是好好领受？就是咱爱倒空家己，咱爱甲家己的老我放落来，所以咱才会当成做一个清洁倒空的器具来承接上帝恩典。咱嘛爱成做一个真敏感的基督徒。上帝恩典降落时，咱爱准备好势来领旨，咱才会当不断来领受。通讲，咱爱成做上帝恩典的好鼻屎啦，咱爱成做上帝恩典的好鼻屎，所以咱才袂真正迟钝，真正愚戆，常常在埋怨。上帝恩典来去，咱拢无感觉。咱爱家己准备好，咱才会当好好领受上帝恩典，咱甲上帝的关系才会亲密，阁会真正互咱甲上帝阁较拿亲近。第二，咱爱对恩典来祝福，这是关乎咱甲每一个别人的关系。咱爱知影感谢上帝恩典，感谢上好的方式就是透过祝福，将上帝恩典来分享出去。透过祝福，将上帝恩典来分享出去，这就是祝福。透过分享，咱成做上帝恩典的器具，恩典的对咱来流到别的所在，流出去到所有咱所接触的人的身上，甲生命内底。上帝恩典透过咱，就会丰丰富富临在伫即个充满黑暗、充满苦难、
充满寒冷的世界。主耶稣嘛是安尼讲，敢毋是？伊讲：恁是世上的光，恁是世上的光。光爱放踮山顶，放踮台顶，才会发出大光明，来照光即个黑暗、罪恶、苦难甲寒冷的世界。兄弟姊妹，互咱诚做咱所徛起的所在，迄角落的光灯敢毋好？咱伫遐照光，咱伫遐带来温暖甲光明，咱伫遐祝福，互上帝的恩典，诚做咱迄角落的临在的所在，就咱的看见搁较侪无共款的改变。第三，咱要对恩典来成长，这是咱甲咱家己的关系。今仔日是洗礼的主日，所以今仔日洗礼，兄弟姊妹，牧师要勉励恁讲，恁已经对基督耶稣领受迄个基督内面的新生命，就爱开始用恩典持续来领受恩典的一世人。咱会当伫恩典内底领受，咱搁爱伫恩典内底来回应，互主欢喜的回应，就是伫恩典内底更新变化，不断成长啦。亲像爸母甲囝儿共款，其实咱一生拢是对爸母来的。有当时咱实在毋知要哪感谢甲回应，但是咱若好好成长，拿来咱捌代志，咱会甲咱所领受的，佮分享出去，爸母就会真正欢喜。咱伫即个信仰内底嘛是共款，咱若知捌。长大分享，然后确定咱的主天父上帝就会共款感觉真正欢喜。搁较特别的是，咱若愿意去分享较济，去成长较济，咱会看见上帝丰盛甲荣耀，咱会看到搁较济。咱用一个小小的故事甲大家分享。恁有看过迄个 C.S. 路易斯所写的《纳尼亚》无？伫即个童话的故事内底，我上意爱即个细汉的查某囡仔叫做 Lucy。伊第一摆入去到纳尼亚迄个世界的时，就看见狮子王阿斯能，迄是咧讲耶稣基督吼，是即个王的概念。然后伊甲有一寡互动，然后伊转来到伊原来生活的世界。几年了后，有机会搁一摆入去到纳尼亚，伫遐伊搁一摆拄着狮子王阿斯能。Lucy 就甲阿斯能问一项事，讲：你若看起来较大只了？咱会感觉阿斯能会安怎回答？最近营养较好，毋是吼？当然毋是安尼讲吼，咱若逐概若无爱讲我最近胖胖，我就讲我营养较好。但是阿斯能毋是安尼回答的，阿斯能讲：都是因为你大汉了。都是问阿斯能讲：你若较大只了？阿斯能甲都是讲：因为你较大汉了。咱的性命就是安尼啊，咱若哪来哪大汉，咱所看见的上帝就会哪来哪伟大。哪来哪丰盛，哪来哪荣耀，这是一个足趣味的过程。希望咱每一个兄弟，尤其今仔日要受洗的兄弟，会当亲心来感受。亲爱兄弟姊妹，咱的人生若亲像一个出埃及入旷野，然后入迦南的一条路。咱的人生会伫旷野一段时间，旷野代表你会面对单调，你会面对孤单，你会面对危险。每一天的生活本来就是单调，咱会出门、入门、工作、学习，转来搁继续。那每一个礼拜来教会聚会，搁转去，即个 routine 拢共款。基督徒嘛是共款，这是单调。伫真侪路程，咱嘛会感受孤单。有一寡心情无法度甲别人分享，有一寡路站爱家己行，甚至咱嘛会拄着大大小小的危险，敢毋是？所以每一天入门若平安，就爱感谢。咱甲别人无啥物无共款，唯一的无共款是咱爱坚持基督徒价值，甚至因为安尼，咱会拄着一寡风险。但是请你毋好袂记哩。甲以色列人共款，旷野是出埃及，
入迦南迄个应允的所在，一定爱经过一段路，也是到自由所在的真理的路。那咱伫信仰的旷野内底，愿意甲主相同行，愿意伫信仰内底久长来坚持，就会伫咱平凡的人生内底经历上帝满满的恩典，佮期待伫人生的最后会当进入上帝迄个老年甲密上帝永远的国度内底。因为今仔日是一个受洗的主日，洗礼的主日，也是大讲这期最后一届来宾即个有色护理术吼。最后一个主日，明年咱才阁摕出来，莫袂记哩。所以牧师要最后用一句话来勉励，所以今仔日要洗礼兄弟，咱人拢带罪出世，受主耶稣基督保护所拯救，洗清白那世。咱既然已经领受基督内底新的生命，就成长亲像溪边青翠的树仔。然后甲主相同行，做主的工，归荣光上帝，做伙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因为是你呼召阮、赐互阮，佮找起阮，诚做你的囝儿、你的门徒，来见证你的荣耀。当阮伫遮为2023年感谢，也期待2024年会搁较丰盛。所以主啊，阮伫遮要讲，主你继续甲阮相同行，阮安尼祈求，互阮会当经历你的带领、保护甲帮衬，也互阮会有搁较侪恩典，通分享伫身边的人，当得到福音的好处。安尼祈祷，拢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